今日整呢個鮮淮山炒蘆筍，主要材料係鮮淮山1嚿，先將新鮮嘅淮山去皮，記得戴手套，因為淮山嗰啲液體會令到隻手好痕。淮山去皮之後，將淮山切開一粒粒，跟住將淮山放入鹽水度浸。主要原因係防止啲淮山變色，同埋去咗淮山啲潺。淮山已經浸咗一陣啦，咁我哋就攞去將佢沖洗乾淨。今次只係用少許嘅淮山，過多嘅淮山可以擠喺雪櫃備用。蘆筍買返嚟之後，略為沖洗乾淨，跟住用刨去蘆筍外邊嗰層衣。要逐條咁刨，好快已經刨晒所有蘆筍外邊嗰層衣啦。跟住將蘆筍略為沖洗乾淨，蘆筍去尾，用刀將蘆筍斜切開一段段。紅蘿蔔少許切片備用，切數塊薑片，蒜頭切片去衣備用，將所有材料略為沖洗乾淨後備用。凍水落紅蘿蔔，將紅蘿蔔煲一陣，水滾啦，打開個蓋，放啲淮山落去，煮佢一陣，跟住放啲蘆筍落去，將佢兜一兩下，跟住就可以畢返起啲蘆筍啦，同埋啲紅蘿蔔同埋淮山。熱鑊落油，落啲蒜片落去同埋薑片落去，將佢爆香。跟住放晒啲所有材料落去，將佢炒一陣。加入少少水，略為炒一陣，咁樣就可以冚蓋啦。焗佢2-3分鐘，咁樣就可以加鹽啦。跟住就炒佢一陣。等啲鹽溶咗之後，咁我哋就可以將佢拔起啦。咁樣就完成呢個淮山炒蘆筍啦。睇完片之後，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仲有大量嘅煮餸影片，可以登入下邊 info box 參觀。